欢迎收看《台湾世界》，我是阿平张伟民。咱看到拜登哦，特别是明年1月就职，咱讲的白宫的这个新主人，然后这回来咱讲伊摕到这个超过7400万的这个票，虽然川这阵是唔认输，但是咱讲整个的这个态势应该是愈来愈明朗化了吼。咱嘛讲到这个拜登当选了后，首先就要处理掉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哦，伫咧美国拖到遮严重了吼。咱嘛看到讲，这是伊头一个拄到这个大问题。另外咧，拜登嘛呼吁讲，这个美国你都要团结啦吼。美国治疗好势啦吼，所以咱看到即阵都要团结吼，治疗即个美国吼。后礼拜咱嘛有一个关键爱好好来注意，就是讲爱做即个新的即个内阁。其中咧，咱嘛讲到吼，即个拜登的即个外交顾问吼，就是 Antony Blinken 吼，是毋是即个外交体系即个头真正关键？因为咱讲蔡英文总统在2015年访问的美国的时阵吼，都捌会面到即咱讲的即个 Blinken， 咱等下好好来讲吼，台美关系安怎来做一个发展哦，这是另外一个观察的点。另外，咱嘛讲到即个 Trump 这当阵吼。是专门要来拍诉讼，若是伊拒绝落台啦吼，是毋是会去互人吼赶出去这个白宫吼，嘛是未来咱爱好好来继续看吼。但是咱讲，虽然伊连任失败，但是咱嘛讲吼，这个 Trump 主义 Trumpism 是毋是会继续来影响到美国啦吼，嘛影响到这个世界，嘛是另外一个咱爱好好来去注意的。咱嘛咱看到讲吼，拜登一个当选，蔡总统嘛摒出过去，拜登吼伫竞选连任的时阵的这个 Twitter 啦吼，咱看到吼，这个蔡英文总统伊讲吼 ，Now it is my turn 吼，轮到伊机会啦吼，去介吼继续来恭喜啦吼，这个 Joe Biden、Kamala Harris 啦吼，因即阵是咱讲总统甲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当选人啦吼，其实咱嘛讲到这个大文其实真正有意思啦吼，迄当阵咱看到 Joe Biden 伫咧1月12啦吼，就是咱看到蔡英文这个连任了后，伊就讲吼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ntinue strengthening our ties with Taiwan 吼，爱继续甲台湾吼美台关系爱继续来加强。其实伊嘛佫讲着吼，因为咱这个民主体系啦吼，嘛继续甲这个民主国家来继续行共阵啦吼。所以咱嘛当看着讲，双方伫咧国际社会顶，台美关系伫咧遮，虽然有人讲哇，蔡政府你着缀补缀唔着阵啦吼，但是咱看到过去有这个基础伫咧，是毋是会安怎改变着台美关系，今日做伙来对话。这部电视来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锡志。主持人、大家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到国政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谢志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Joe Biden吼经过安尼吼，两个人抬来抬去，总算到尾啊吼，伊已经宣布当选。咱要来带大家来看 Joe Biden 的胜选演说。Folks, the people of this nation have spoken. They've delivered us a clear victory, a convincing victory, a victory for we the people. We've won with the most votes ever cast on a presidential ticket in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74 million. 单选投票时间结了后，美国媒体测试有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首先看外入驻白宫所需要270张选举人票，正做美国第46任总统当选人。For all those of you who voted for President Trump, I understand the disappointment tonight. I've lost a couple times myself, but now let's give each other a chance. It's time to put away the harsh rhetoric, lower the temperature, see each other again, listen to each other again. And to make progress, we have to stop treating our opponents as our enemies. They are not our enemies, they are Americans. They're Americans. 今年77岁拜登正式宣誓就职了后，会正做白宫上座会新主人。连副手贺锦丽也正做美国史上头一位女性，同时也是头一位阿非裔副总统。But while I may be the first woman in this office, I will not be the last. Because every little girl watching tonight sees that this is a country of possibilities. 有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甲贺锦丽也伫正副总统大选消息传出了后，佢若为美国亲密的盟邦领导人无待现任总统承认败选，就马上做出回应。
德国总理梅克尔发布声明，恭贺拜登贺锦丽胜选，看大西洋友谊无可取代，期待甲拜登合作。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推文讲，在国际舞台，两国关系真特别，期待两国在气候变迁、经济甲世界和平继续合作。英国首相强生、法国总统马克宏、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欧盟执委会、拉丁美洲、中东多国领袖也拢发表祝贺文。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这个 Joe Biden， 其实这个1973年而打入咱讲国会这个生涯36档吼，自这个外交事务，尤其是过去关心的这个一个重点伫咧吼。啊，过去咱讲台湾关系法吼，伊嘛伫迄当阵做参议员的时阵，嘛投下这一票啦吼。啊，未来安怎吼影响到这个台美之间吼？咱首先先邀请到张教授，甲咱先透破一下吼。咱讲吼过去台湾关系法吼，迄当阵咧草定的时阵是台美断交的这个时阵啦吼。啊，当阵拜登投落这一下啦吼，那这一票吼。当这票有啥物意义存在吼？甲40年后，咱来看即阵就任总统啊，有啥物观察的点无？第一是吼，这个拜登哦，伊本来就是一个足少年就开始参加政治吼，伊伫美国的这个国会吼做36年的这个议员嘛，做过8年的副总统，所以吼伫即马美国的政治家内底吼，伊算是非常的资深啦，而且咧对这个吼国际关系外交嘛足认识嘛足济，所以讲咧，咱台湾吼足早就开始甲伊有关系，吼甲伊交陪吼。哦，这个我就是这个大家拢应该要知影的代志，因为就对伊未来是非常的认同嘛，感觉讲伊将来一定是有希望啦。哎，当然啦吼，伊过去吼对一部分吼，这个台湾吼，甲台湾有关系的法律吼，其实即马台湾足侪人咧传，就是讲以前有议员提出一个叫做《台湾安全加强法》，是拜登是反对吼，但是咧，第一是我个人的了解，拜登迄个时阵是对迄个法吼，伊咧赞成甲反对是有条件的，毋是遐尔啊简单，就是伊完全赞成还是完全反对。而且咧，即马国际环境已经有所改变啦。中国伫过去甲美国的关系嘛较好，所以迄个时阵，美国的政治人物，对中国这个态度较好，这嘛是正常。但是即马规个状况已经改变，所以咧，这个我想伊做总统以后还是爱考虑规个中国是毋是真正对美国有挑战、有威胁。伊作为美国的总统，主要还是考虑美国本身的利益。是，所以假使讲中国继续伊的政策对美国有威胁、有挑战，这当然伊做美国总统，加上美国的国会一定会采取行动。我想这是正常的。咱台湾主要就是本来咱台湾就有即种奇怪的看法，就是认为美国对中国有意见，美国开始来反对中国。咱台湾就会当得到利益其实我甲大家报告美国反过中国反中嘛，无一定爱清台啦。OK。而且咧，台湾本身我以前嘛伫咱节目讲过，就是对于美国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台湾的配合的程度其实嘛毋是100%啦。OK。所以咧，台湾嘛，当然咱嘛有家己的考虑啦。所以，这个应该咱较中立来一件一件代志来考虑，就是美国到底未来会对中国安怎是个别的代志而且对以中国对美国的这种的威胁甲挑战来决定毋是完全就是美国甲中国有这个做敌人就已经对台湾有好处，是美国甲中国改善关系。就一定对台湾无好，我想这是袂当遐尔简单来看。但是咧，这边的选举中间太侪这个台湾人尤其是甲政府过去较支持政府，甲支持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website，这个甲有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出名的人对这个拜登是无支持，而且足侪用这个中国帮的消息来甲伊攻击这个美国其实 AIT 伊对这种状况嘛有这个暗示，就是伊嘛有看到这个啦所以未来台湾其实应该爱利用这边的机会去判断去讨论到底什么人的判断，到底什么人爱带台湾的方向是去讨厌、去反对、去挑战
去怀疑美国的民主，这个对咱台湾的利益其实是无帮助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台美关系建立绝对毋是咱讲选前有人咧讨论讲到底对报就是爱对川普，还是讲无爱支持咱讲这个拜登这个部分啦回过头来看讲美国国内因为这回这个选举实在是拆离咱讲这个族群也好，对立也好是哪来哪严重所以咱头都嘛讲到头一件代志，咱看到拜登即马是呼吁这个美国国内你就要团结啦首先，咱们来看到讲第一项代志，咱头拄嘛讲到新冠肺炎，就是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另外伊讲这个团结嘛是伊头一项爱搁去伫美国国内来去做的作为一个总统，毋那干那是这个红州甲南州啦颠倒是咱看到这个是这个美国United States 毋是这个 Red State or 咱讲 Blue State 是 United States， 佮联合一起来团结一起来这个美国所以咧，即届爱互因一届机会必须甲这个对手莫甲伊当做是敌人，然后另外就是呼吁讲国会民主党、共和党这个议员甲伊做共款的选择其实伊嘛讲到互美国这个妖魔化的这个黑暗时代来紧结束。另外这个伊竞选的伊讲伊是总统爱找倒来美国的这个灵魂重建这个美国的这个骨干就是中产阶级这个部分。另外伊更较相信的就是美国人民爱真正有这个多元这个中展开规个这个时代这个政策。另外头段嘛讲到，这个控制疫情也好，医疗照顾也好，族群这个公平啦还有这个气候啦尤其咱讲这个 Trump 伫咧这个个月测试的时阵，才决定要退出掉这个巴黎这个气候这个协定。另外咧，所以因即阵要造成着这个联名感觉到骄傲是上多元的这个一个联名民主党、共和党，嘛咱看到可能伫这个内阁的安排，继续咱个申请到咱的这个研究员其实咱看到啦这个美国国内这回咱讲已经分裂已经对立下去其实对于这个美国国内大家嘛无希望讲美国继续安尼去啦嘛有人讲甲这个罪按伫咧这个川普面顶啦讲伊就是过去安尼，毋则造成美国社会遐尔对立，你安怎看咧？咱来看讲这4当前川普要上台的时阵，伊是安怎去建立伊希望的国家伊就讲一句话，讲要互美国搁倒来伟大的国家嘛，对吧？伊这重返荣耀这条路，当然对伊来讲，伊是要安怎去创造这个机会。过去我们看到的是讲，伊是从国际上，也是讲对着中国，伊采取强硬的措施，去建立伊美国可能会面对的威胁。对即马美国的国内底，不管说是对一个党，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伊基本上伊对讲中国是威胁这个代志是共识的，是共识第二，美国的社会内底一般的民众对中国是安怎影响到因的工课、因的健康，尤其今年嘛，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因知影讲这是来自于中国的疫情嘛，所以对因来讲，伊要安怎去解决讲疫情会使恢复常态，还是讲伊的疫苗的开发会使让会使互美国的全部的民众会使使用，这是拜登要起来是要问题的问题。第疫情搁来就是经济经济伊经济无处理较好，伊要安怎讲伊比川普更愈好。所以我感觉讲拜登一起来，伊面对的压力比川普更加悬。咱拄仔有讲到种族的问题嘛，咱今年就看到今年5月时阵，毋是发现到欧美关天的这活动，伊这的确伊挑起了美国内部的压力，也就是讲过去这些譬如讲经济弱势，还是讲咱讲的铁锈区这族群，伊面对经济发展，还是讲伊面对就业问题，在这一次的种族的冲突当中凸显出来这冲突这个冲突基本上它就是美国它保守的力量，跟多元社会力量的冲撞，所以这个是拜登一开始就讲我要如何去缝合这个社会的分裂嘛。但是缝合社会的分裂你咱讲政治的演说内底最好讲的，但是要落实到政策就是歹处理譬如讲，你要安怎把这就业率提升回来，即马疫情问题还未解决，中国的问题嘛还未解决，中国即马嘛退转去讲，无因家己的经济因家己救，伊嘛无要靠国际所以美国要安怎用中国的问题，还是用
经济问题来去解决伊内部的问题。我感觉这是川普是拜登伊所即摆面对的问题当中上重要的所在。咱拄有讲到国际，是国际这部分。唔爱讲川普拜登伊是要找对一个人来做国务卿，还是讲伊的未来外交的团队是啥？但是上重要一个原则是讲，因为阮拄仔讲过，讲美国内底伊的反中抗中的意识一定是一个共识啊，所以伊会使去采取对中国的一些相关的措施的弹性是没有的。OK， 那这个弹性也是无。伊要去要安怎讲？我要甲伫咧气候变迁啊，还是讲要伫咧迄个核子扩散啊，或者是说针对所谓的疫情来甲中国合作，我讲这个空间其实是没有的。但是伊一定会用这三个伊讲过的项目去甲中国去议价。所以未来咱会看到就是讲，短期之内，拜登他会去处理的中国议题。如果假设扣紧这3个议题的话，那会更加的强硬对中国。哦，所以咱台湾来讲，川普进前对咱那较支持着嘛，拄张老师嘛是安尼讲，咱绝对要看清楚种，美国伊看的是伊的国家的利益，优先是，较去处理伊的战术调整，绝对唔是讲我今仔甲你台湾都因为我对你台湾好，绝对唔是，因为伊看到伊国家的利益，伊的国家的利益表示讲。对台湾好，对伊是好的，伊该安尼做。是，今仔拜登回到这个原则上，伊对付中国的嘛好，也是讲伊的国际战略嘛好。譬如讲，有人讲伊也是拜登是单边主义嘛，单边主义的双边合作。但是人讲拜登可能伊会调整川普的伊的这策略，等于讲采取多边主义。但是不论是采取单边、多边，都是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底下在执行。至于讲，伊可能会采取的措施是无共，譬如讲，阮拄仔讲的迄3个项目内底，川普拜登伊会去改变川普进行的做法，伊会讲无要紧，我今仔日我就是要甲你疫情这部分，我要甲你交流，你也无要交流，咱的关系就无法度处理啊。所以变成是讲，伊讲过这话，可能会变成伊的令箭。OK， 伊去处理中国。另外代志，当他回到国际的舞台的时阵，伊开始要处理多边主义这样的一个手法的话，吼，伊可能会嘛是处理的就讲，我未来我要处理国际事务嘛，唔是你中国进前你会使伫咧 WHO 内底欧北来，还是讲伫咧国际组织，我美国要倒来哦。奥巴马的时代，伊讲要重返亚洲，即马拜登伊要重返国际舞台，伊要重返国际组织，所以中国看起来伊嘛最紧张的啊。顶礼拜开票迄天，中国的一个媒体不小心伊可能嘛是猜测结果啦，也公布说恭喜川普当选连任总统，这表示啥？因中国内底有一部分的嘛是期待是川普，所以咱过去嘛来讨论讲吼，真正咱咧价值观的这个选择来讲吼，其实这个中国内部可能嘛是真惊这个拜登来当选，无想到咱讲真正拜登来当选啦吼，所以这个中国内部。嘛是会当看到讲吼，遮的这个吼对立的这个分歧伫咧吼。继续咱搁请教咱的这个研究员吼，其实咱来讲起来，对抗中国也好，还是讲这个吼有人讲这个蔡政府是这个地保啦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不管是是毋是地保过去咱甲这个拜登家嘛是有一寡这个交流，尤其甲这个民主党嘛是有这个友好啦吼。你安怎看讲吼，这个台美关系，咱讲拜登的这个第一步咧，你安怎看？首先啊，我。嘛，真赞同这个研究员意见吼，咱咧先看讲吼，伊这个新的内阁成立，伊要找啥物人来做国务卿，找啥物人来做国家安全顾问，找啥物人来做国防部长。伊用的遮个人，甲台湾较早有交情无？也是讲吼，甲咱联联政府吼的官员，大家吼熟悉，哦，因较早对台湾的态度安怎？咱咧先看讲伊找啥物人，咱才法度来看来判断讲吼，伊以后是要安怎行？要毋过吼。讲实在，这个甲中国大陆对抗，这是美国共和党甲民主党的共识。尤其是国会，这绝对袂退吼。佫有一点就是讲，这拜登起来了吼，伊可能甲川普无共的所在是安那？川普是硬来，拜登是阴柔。阴柔吼，我直接吼，公民正来甲你拼，我伫咧倒下骹甲你弄，哦，这是有可能的。OK， 所以呢。
其实呢，北京已病嘛是有人讲，即个起来佫愈麻烦，是安怎呢？迄个是硬来啊，大家拢看会到，即个毋知要安怎舞啊，对不对？这确实问题所在啊，就是讲伊可能用无共的方法，也毋过我想，这拜登起来第一项代志控制疫情，因为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尤其前几工啊，美国佫破纪录，一天内底12万人，是确诊，所以呢，伊即马讲这疫情若无控制，伊的经济无法度恢复正常，无法度恢复正常，美国民众的生活就无法度恢复正常。尤其这道的选举，就是讲这红色的、甲蓝色的，两边的民众，佮话啦，佮互相开枪，佮冤家，伫徛伫街仔路两个对骂、对呛，这款社会分裂实在足严重。所以拜登伊开始讲第一项控制疫情，第二项经济，第三项族群。和谐啦，嘿伊讲这我若无做袂使，所以伊才会讲阮无分红州、蓝州，大家拢是美国，是安那边安尼讲。伊讲即道，尤其个这选举过程内底佫有黑人、白人的警察，我甲用一个翕死、甲翕死，所以这问题足严重的吼。所以伊讲过这恢复这族群的和谐，恢复经济、控制疫情，这是伊上重要的目的。你讲伊外交要安怎做？伊第一项一定是甲迄个川普较早做过的代志，拢甲恢复正常，恢复到迄个奥巴马时代迄个。伊讲你迄个川普甲欧洲的国家得失了啊，大家拢无信任美国人，安尼袂使。咱修补关系。亚洲呢，伊要投票进前，伊个投诉媒体讲，这韩国，咱这同盟的关系，我绝对袂像川普安尼对待你，咱是好朋友。即句话是讲互谁听呢？想说讲互日本听的嘛。因为川普就讲我，恁这经费军费伤少，拢爱提高，大家拢赚袂掉。讲我你一开喙就加几10亿个美金，无公平啊！所以伊先来安大，第一选择就先安大好啊。所以你甲看，是安那在韩国甲日本，这祝福拜登当选的这电文，这紧就出来啊，因为选情就感受到胜利。所以伊的做法是甲川普是无共的，所以呢，而且咱佫有一点来讲，是安怎？这个选举拖遮久，美国主流的媒体，这个时阵较宣布拜登赢，因为美国的选举真复杂，而且主流的媒体拢有请统计的专家，所以讲咱一般看到的资料，大部分拢是民调，这叫民调模式啊，所以咱看拢民调，也毋过因佫有一项叫投票模式。投票的模式，对，伊爱讲这两项斗会起来，我开始宣布。OK， 尤其我该对较早记录，那安怎搞的？合袂开，我甲确定。所以咱即摆当看迄个美国 CNN， 伊维州啊，佫毋是专拿的佫有画线的，表示安怎？无100%确定。所以伊就是这两个模式还袂合起来。所以呢，到即摆甲宣布是安怎？看看，大家看看，差不多是安尼啊啦尤其讲即道选举，这选票佫出问题，啥出问题咧？川普讲有4人投票啊，即摆问题是讲，这个人投票是寄出去的，寄出的就是伊是我的啊，伊是寄出了较死的，请问这票要什么 ？OK。所以即道选举，这问题就出伫遮。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个美国这回选举内底吼，有真侪将这个争议，然后尤其伫这个 mail in 这个通讯投票这方面啊，可能这个争议性真侪啦吼。所以这个 Trump 才会讲哇，这是去互淘汰去的一场选举啦吼。咱嘛看讲，这个 Trump 真正是唔认输啦吼，伊的这个 Twitter 头顶连刷、小连刷这个大文有够侪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吼，拜登已经态势正明朗的时阵，伊佫讲吼，哇 ，I won this election by a lot 吼，我是大赢这回这个选举啦吼。另外是这个11月初8的时阵，咱佫看到讲吼，伊是摕到这个7100多万票的这个合法的这选票，伊特别用这个 legal vote 吼，真正是合法的，伊就是暗指讲这个拜登摕到有的这个投票是无合法的啦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继续。伊就讲吼 ，This was a stolen election， 真正是互淘汰去的这个选举啦吼。但是咱看，即阵这个态势是这个拜登是输啦吼。咱看到这个票数，这个选举人团，咱看拜登已经270票以上啊吼。所以这个回 Trump 若是继续唔认输，咱嘛有这个学者就来分析讲，其实 Trump 这个主意吼，这个 Trump 过去这种风格也好，这种这个政治的这个态势也好，会继续影响到美国4党甚至是全世界这
这个张教授敢有安尼认同咧？我无啥认同，无认同，因为美国200-300年的历史吼，总统嘛遮尔啊侪届吼，总统落去以后，差不多上紧的时间，伊就变做历史啊。OK。你讲即个真正讲伊个人的影响吼，会当即继续偌久吼？我即个是历史上来讲，可能无遐尔啊大的影响啦。亲像雷根来讲吼，雷根嘛是一个足出名的总统嘛，伊做8年最高尾啊就是换布许嘛，但是布许一任就落选啦，尾来就换民主党啊，所以讲你讲川普的这些主意真正会当偌久我这个历史上看起来是无一定啦。第二咧就是伊常常讲法律靠法律来这个评判其实美国的这个法律来看爱评判是足吃力的啦，因为第一伊爱证明爱有够的州真正出现选举的问题。OK。第二是爱这个请尔侪个州选举有问题对伊是不利的，互伊落选。是。第三是爱这种每一个这个州伊提出问题州的法院拢爱判决伊赢啦。OK。判决伊赢的结果第4步还是可能爱定选，定选的结果还是爱继续爱赢。因为假使全部拢这个州定这个假使讲某一个州有问题，法院嘛判断讲这是真正选举有问题，但是咧选举有问题就是这个有问题人爱有法律责任啦，无一定代表讲这个票会当加落去啊。上济就是可能定性选举定性选举对伊来讲无一定较赢所以这个除非这个足济州拢真正有真正的问题，共同会当讲定性选举这个会当票会增加到互伊并拔啦。但是我看这个至少伫1个2个月以内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低啦。是，咱嘛讲到因这回这个票数差不多差500多万票，然后差不多3%以内所以这个 Trump 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真正可能是 impossible 啦。而且伊票就是主持人讲的是真正确，就是伊普选来讲至少差500-600万啦。是。其实500-600万甲选前的民调看起来实在是嘛差不多啦。OK。选前的民调讲倒一个州是红州，倒一个州是蓝州，倒一个州是这个差不多赢会袂赢的基本上拢差不多。所以其实讲实在，咱台湾人是以前对美国的选举无遐尔关心啦，所以你讲看结果，所以这边大家拢足关心的。讲实在，这嘛是一个好代志。但是上过关心的结果就是看到伊选举一个州一时啊红，一时啊蓝，一时啊蓝，一时啊红就感觉讲会变盘，感觉讲这个是本来赢结果互输是不是有问题？其实伊本来开票每一遍拢安尼，你开到这个都市的，就是可能就是蓝的较济，你开到庄下就是红的较济。这本来就是安尼，每一遍选举拢安尼，而且伊开票头拄主持人讲的一个就是没有印伊是每一遍选举拢有没有印，就是用假的，所以讲咧伊开票本来就是拖足久的，只是以前足济候选人是表示伊政治的风度，所以讲伫差不多已经无遐希望的伊就出来承认讲伊落选啦，毋是真正所有的结果出来都出来承认，顶边的选举。较早的选举拢是安尼，所以咧这边只是本来伊选举开票拢是拖足久，本来伊就有这个用假的投票，本来伊每一个州的规定拢无共款，所以咧这个过去其实伫美国。伊拢感觉讲，这拢是有发生，只是咱台湾人唔知影，或者是根本都无关心，去边咧看到这种就感觉讲，哇，足奇怪。讲实在，伊本来就甲台湾的选举无共，当然伊嘛唔是100%，唔是足完美，就是足好诶，无问题，嘛是有问题。但是咧，最重要就是选举的这个规则，选前就大家拢同意啊，你改袂后边后一届佫改嘛，所以伊即马来讲有啥物问题是每一个州的反应去判断，所以讲伊第一是即马无承认讲伊咧即个失败所以台湾嘛有人讲是毋是到时阵伫即个美国嘅总统府伊袂出去，要摆搬出去其实嘛无即种代志，无即种代志，因为伊伫12月的时阵，照美国的宪法都系一个交接的规定。这个选举人就选多一个人是新的总统，伊就是新的总统。新的总统伫明年的这月伫
1月20号，就这个宣誓就就职，宣誓就职以后吼，这个人就是总统。旧的总统哦，不管你爱交接还是无要交接吼，伊个权力吼自动就消失。自动停止啦，主动消息。主动停止就是新的总统已经就职啦。你咧旧的总统吼，不管你欢喜也唔欢喜安怎吼，你所有的这个命令，你所有的这个职权吼，拢是无效，拢失去效力失去效力，自动无效。美国宪法无规定讲你咧这个总统府一定要伫这个北京，伊嘛是选一个位置，吼，这拜登总统是对吼，伊就是这个所在就政府啦。OK，假是有问题，国会会当立法嘛？国会立法讲起一间新的北京拢会使啦。北京以前嘛，互邻国烧去一遍嘛。所以对这个美国来讲吼，12月什么人吼选举人选出总统，这个就定啊。OK， 好就定啊。是，所以咱嘛继续看讲吼，头拄仔咱是讲到讲 Trumpism。可能吼，这个张教授的这个看法是无法度来继续吼。但是若是自这个共和党家呢，因为咱讲吼，有当时啊，有人批评讲共和党吼，这4党2016年就看伊讲无力，啊，毋才互这个川普背起来。啊，这回咱看到讲2020年虽然伊输掉这个选举，但是伊伫这个共和党的控制力感觉有咧。当然你讲美国的总统伊要卸任啊，要落台啊，伊当然爱面对的是讲。咱来看讲，美国伊的民主的运作原则是啥？第民主，这是民主进行嘛？这绝对是第一的。第二法治 ，OK， 再来是各州的权利 ，OK。所以美国伊虽然讲伊有一个总统，伊是联邦体制，但是邦的角色是上重要，这个州的角色最重要。啊，州有各自的项目，譬如讲咱看这摆。以各州的选举，伊的选举是在由各州去处理他选举事务，所以拄仔张老师有讲过，讲伊的迄个什么，伊的要拉去通讯投票，各州有各州的规定，但是回到各州的规定，回到法律上、法制上，基本上咱会使去讨论讲啊，伊的通讯投票。迟到几天才是叫做投票成功，这也在讨论，但是我刚刚是未来讨论的，未来影响到这个选举结果。所以讲川普主义的2.0哈，我刚刚是讲伊的效应不会那么长啦。啊，第二就是讲，如果说要讲川普的影响，伊可能影响会讲后一届选举的时候会去。检讨，也去检讨讲，这个选举通讯投票，各州要如何去自我规范，然后建立一套规则。但是回到我们在讲，刚才你讲的讲川普主义，一开始川普主义一开始讲的就是讲如何让美国再次伟大，等于让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嘛。所以这2个原则是川普打下来的一个所谓的。所以这个基础已经伫美国存在这是存在。OK。但是我刚刚这你用主义吼，敢若受大，但是伊是绝对是川普建立起来影响。啊，这影响要安怎看吼？拜登起来时阵就会开始，咱当然会去扩大讲川普未来影响力，就是伫咧相关的迄个翻译。因为伊有6成嘛。是。啊，第二，咱会看到国会，你都有讲过，共和党跟民主党伫咧国会伊的席次，啊，伊的席次敢影响到未来拜登伊的所有的进程嘛。是。啊，即摆看起来，国会基本上在美国的政治内底，伊是一个相对于说伊党纪的约束其实没那么强的。OK。所以跨党之间的合作，像民主党跟共和党，伊基本上两党是可能会在合作的。OK。所以咱看过去，今年对台湾的一些措施，国会的角色非常重要啊。啊，未来4党嘛是安尼进行。所以我讲，拜登起来，伊面对的压力会很大。不是因为川普主义，是因为整个国家、整个美国国家，伊的国家利益的定调就是伫遐。啊，第三咱会看到讲。川普一建立下来，咱讲这个所谓的川普2.0，因为有实际的作为，造成了国际的震慑。OK， 这个震慑让美国的角色凸显出来。啊，过去奥巴马迄8年的时间，伊可能采取的方式是多边的主义，伊可能采取是谈判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把中国拉进来进行合作。OK， 针对各种比如朝鲜半岛议题嘛。所以咱看到讲，迄阵时可能美国伊的强制伊做
霸权国也强制的力道可能不是很够，可是川普凸显出来这样的东西。OK， 那拜登会不会缩回去？刚才丢等于我刚是可能唔敢嘛是，因为2当了嘛叫来面对其中选举。是。4当了，伊可能伊也是讲身体健康，伊4当了嘛是爱竞选连任嘛，我等于竞选安尼控，也是安尼行。所以伊要逆势操作啊，是讲要去跳脱过去川普所做的东西，我都完全否认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而且在中国政策啊，是讲国际政策这个大原则之下，以美国为优先啊，只是说伊的顺序也调整。过去你的川普做的是讲，我以中国，我为着要。压制中国，所以呢，我的国际政策拢是为着要压制中国来做。但是即摆可能拜登伊的处理优先顺序会变过来。比如讲我的国际政策，比如说气候变迁这些议题之下，我如何去处理中国？所以这个 priority 的颠摆一个吼，但是咱讲处理到这个中国这个议题，咱头段嘛讲到这个国会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然后已经有一大这个共识了吼。咱佫讲到，这个 Trump 伫咧过去嘛讲到吼，伊虽然失败，若是真正无连任，伊2024年佫要拼一道啦吼。所以伫咧这之间吼，咱才有讲到，可能这个 Trumpism 会继续来去成型啦吼。咱研究员敢有安尼这个态势，是共款维持着讲可能这个 Trumpism 就直接消声去啊啦。这川普的主义吼，这用意相当啦，你应该讲现象就好啊，现象啊，就是讲伊当初竞选的时阵，2016年竞选，伊的主张讲，互美国更加伟大，是甲工作机会为海外，因用等下美国，是，所以呢，一寡什么摇摆州，会伫2016年全部得过一遍，因为讲8党民主党啊，你做袂起来啊，我互川普试看卖啊，吼。佮个咧4党过啊，嘛是工作机会嘛是无转来啊。毋过美国人有真正检讨讲啥工作机会无转来，因为因的劳工的个法律规定伤过严 ，OK， 工资伤过悬，所以你想讲要投资，也毋过可能你钱落去，去找无工，人歹找，所以讲是安那讲，等台积电要去投资，即马开始找人，因为人歹找，你无法度讲一下啦，甲人拢找开，鸿海嘛是讲要投资啊，即马嘛是揪起来啊，是安怎？找无人啊！除非你为台湾规个科学园区规厂的人搬过啊，你才有可能啊。无可能讲大家拢学这道的啊，对不对？特别讲你美国那个高科技的，拢伫 Silicon Valley 吼，伊要去 Wisconsin 啊，是去 Arizona 这个找这尔这个有科技的人才，可能嘛是真困难。对啊，即摆问题是讲咱透过这道的选举，佫有一个现象，大家要注意。以后较早咱拢有讲一寡安全州啊，就是讲固定的支持对一党的，可能以后会变，是安怎会变呢？是你看这道的德州，险就变过，是安怎变？因为加州呢，帮恶会继续上悬，大家拢刷来遮大啦。大家讲这德州气候袂歹，是储蓄，大家来大，而且佫有一寡高科技的厂商去遐投资。是。大家都去啊，所以呢，伊这人口吼会变，原来支持民主党的加州的人吼，走去支持共和党的迄个德州了，所以这道咩亚利桑那州买变盘是安怎，就是因为这个关系。OK， 就是一寡新的公司拢过，大家讲大只也袂歹，支持民主党的人愈来愈多。是，因为伊这原来是有数人支持共和党的嘛，所以这道是安尼变。其实甲这嘛是有关系。就是讲这个选民的结构吼，可能伫这个国内这个刷叮当这个因素吼，已经豆豆出现这个变化吼。2024年还是讲2022年吼，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咱讲2024年吼，可能这个变化会哪来哪济啦吼。变化哪来？因为这就是。你讲人吼，刷来刷去嘛，因为伊对伊的工课走嘛。你若等到美国经济佫起来了，大家继续投资佫过的时阵，这现象吼会愈来愈明显。就这个结构性的大变盘去。大变盘有可能啊，就是讲较早安全州可能并无安全啊，大家有可能以后美国吼无安全州啊，大家拢摇来摇去啊。所以这嘛表示讲吼，这个未来这个候选人吼，更加爱有好的这个实践吼，甲这个政策来去做一寡对应吼。讲到台湾，咱嘛看到讲吼，这个Joe Biden上任了，大家嘛关心就讲，甲台湾、甲中国吼、美国遮的这个吼关系会安怎来变化吼？咱嘛先做来看。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初七已经发表胜选演说，蔡文总统目前敢若伫咧推特顶关发文恭喜。总统府发言人强调讲，蔡总统会个另外以特动的方式来恭喜胜选者。学者分析，拜登甲蔡总统今次会当透过恭喜的电报，也是打电话交流，是后续美台关系观察的重点。如果说拜登这一方面有意愿啊，那双方就会通话。如果就拜登这一方面呢，忙着这个就是权力的转移这个事情啊，那两人通话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学者普遍认为讲，伫咧拜登领导之下，美国也是会维持对中国大政的、对台湾支持的政策，毋过袂像川普时代态度遐尼硬，是会保留甲中国交流的可能性。若跟奥巴马时代来相比，那个台美关系在拜登的这个主政的时候，绝对还是会往上走，那只不过是说，如果跟那个川普来相比的话，他搞不好进的速度不会像川普那么快，那么直接这样。拜登他对中国政策的基调可能不会像川普那样的对抗性那么激烈，预留一些有可能美中之间保持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窗户，让这个竞争关系变得比较可控。若是北京主人改变，敢是影响对台的军售。专家分析，美国对台军售可能是川普的规定，拜登的对立做。川普政府已经宣布了对台军售，是不会变动的。那第二个就是后续的，就是拜登政府他的对台军售的项目还有质量，应该也不会再退回去，应该是回不去了。苏志芬表示，美国对台军售的主要方向无改变，像讲军售方式也是维持随到随审，袂登去到英国包括是军售。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嘛透过这个图表吼，搁一届互观众朋友来认捌讲吼，这个台美关系未来伫咧拜登上任了后有啥物这个变化吼？大家嘛烦恼讲吼，是毋是这个台美关系亲像这个串版的吼，继续来升庆冠吼，还是讲吼其实未降温的维持这个热度啦吼？美中冲突吼无咧变吼，这个拜登上任了后，对台这个军事武器的这个买卖案是毋是来改变吼？另外就是讲这个协商这个FTA 吼，自由贸易协定这个部分有啥物变化？另外咱嘛关心着讲吼，咱国内政治嘛来讨论讲吼，这个BD 吼，这个部分啊，到底是毋是因为这个 Trump 来继续有个变化吼，还是讲这个贸易关系是安怎吼来来去推进？啊，还有这个 BTA， 还是讲吼抗中是毋是？咱头拄嘛已经讲过吼，是这个美国这个民主党、共和党一大共识啦吼。咱阁继续请教这个张教授啦吼，内底这个议题内底，你感觉上重要是倒一个部分呢？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这个 FTA 加 BTA， 这其实不管美国啥物人做总统，对这来讲，即马拢还未开始。所以这考虑美国家己的利益，台湾是毋是伫这个所在已经完全拢有共识？是。甲美国下当开始来讨论这个吼。我至少看过去4年这美国虽然是川普做总统，但感觉伊对台湾较好的，但是这点讲实在无进步啦。这个所以未来这拜登做其实贸易的观点，我感觉台湾可能较济所在来拍拼啦。无即地可能。袂当干那照着这个美中贸易战，这个得利，也是讲这个武汉肺炎转单者尔啦吼。其实咱讲搁较进展的，真正是真像咱讲的这个协定的所在，台湾政府会当搁较拍拼。对，就拍拼。其他讲个军事的这个武器这我看。爱看状况，因为咱即马这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事的武器的这个支持讲实在是美国感觉你袂写，你需要写美国互伊啦，互咱，毋是讲咱要买啥，然后美国就真正批准，意思这个咱每一年讲实在到底咱今年会当摕到啥物武器本身。无100%的把握，这是看美国单方面的决定。这点当然是因为过去曾经就是台湾爱买武器，亲像浸水咁，迄个但是这个立法院无通过啦，所以结果美国变做讲美国批准，但是无效啊，因为你台湾无钱摕出来，所以变做讲即马是美国批准以后，台湾阁通过有算，这个摕钱出来买。安尼就变做讲，美国就爱想讲，你台湾到底需要啥而且这伊根据伊的这战略来调整。这个未来假是中国甲美国中国爱甲美国谈判，还是讲看起来美国一部分甲中国开始无讲像今年状况对立遐严重。这个方面我唔敢100%讲一定无影响。我感觉台湾这方面还是爱有心理准备，就是
吼无可能讲每一年拢是大家看到个即个武器吼是下面顺，而且咧咱看过去4年吼，其实美国对台湾的即个武器吼。嘛是台湾第一是台湾已经有的啦，除非是这战车台湾无，其他我看大部分拢是台湾已经有，无就是吼家己已经有开始研究发展的。是，所以讲伊嘛无讲想要来真正改变台湾海峡两边中国甲台湾甲中国的即个军事的对抗甲平衡啦。OK， 所以我看未来吼，即个咱。是应该较注意，就是增加本身的这个防卫的能力啦，而且对这个买武器这个吼，是较 active 较积极的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张教授安尼这个建议啦吼，但是咱嘛过来看讲这个规个这个国际这个形势，大家拢咧祝福这个拜登当选。咱看到头拄已经讲过，这蔡英文总统伫这个 Twitter 头顶嘛来给恭喜啦吼。咱嘛看到讲日本这个首相吼，嘛是讲吼恭喜以外，嘛要追求讲美国甲这个日本同盟的这个关系，当哪来哪进展啦吼。韩国总统文在寅吼嘛是讲吼，韩美同盟的这个强大吼，和这个两国之间吼有共同的这个价值存在吼。另外这个英国这个首相吼 Boris Johnson 伊共款啦吼，讲美国甲英国本地就是一个真大这个合作空间。但是咱嘛讲到吼，头拄这个咱嘛有人讲吼，地保地唔着病啦吼，有人讲吼，过去咱看到讲。日本也好，印度也好，还是讲澳洲也好哈，甲过去咱讲美国这个四方会谈吼，就伫这个蓬佩奥伫亚洲，也是澳洲才来去起行吼。所以讲，嘛看到讲，迄当阵这个反中的态势是一个同盟的这个关系啦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研究员吼，这个态势嘛是其实会当反映讲吼，是毋是这个拜登会继续来延续着伊过去遮这个反中的这个态势？当然，咱来看讲美国伊的对台政策，还是对中国的政策，伊基本上一定回到咱都一直讲的国家利益。是，但这些国家利益要解读哈，比如讲，咱来看讲，伊要卖什么？伊要卖什么武器互咱？是。进前当然，伫奥巴马的时代是讲进前的美国总统，伊卖互台湾的武器，大部分拢是防御性的。OK。但是川普这过去4年啊，尤其今年啊，伊卖互咱的就是。拢是属于拦截性的政策，就是讲你也在及时的做反应、做抵制。那当然伊这有威吓的效果，所以伊要拜登起来，伊可能会调整这方向，伊可能回到说，我的美丽防御性的武器。我说，若从国武器的角度来看。台美关系的变化，可是这个变化其实它不会超越一个原则，就是说，譬如讲，川普一这过去4年当中，伊所建立起来所谓的价值同盟观念嘛，所以主席您都要讲的所谓四方会谈，伊建立的是民主同盟的观念嘛。这民主同盟的观念，不是讲今仔日拜登伊甲中国过去甲中国可能行较近，伊会较改变，这无得改变的，因为美国就是民主国家嘛，伊就是咱全世界讲上大的民主国家嘛。第二就是讲，你今仔咱今日看讲过去。川普伊蓬佩奥伊伫咧各国的外交，譬如讲伊选举进程伫咧东南亚国家云游5国嘛，是每一个国家拢单独接触，但是伊要凸显一个问题，是啥物问题呢？第一，到印度的时阵，伊就讲咱中印之间的边界关系是上重要，伊要凸显这个冲突。第二，伊到印尼遐的时阵，伊就讲南海的。通行的问题，以及南海主权的问题，甚至伊讲中国底下建立什么9段线，以这美国的立场，这立场你讲拜登起来会改变吗？绝对袂改变的，因为自由航行，跟所谓譬如讲自由经济等等，这是其实美国建立下来全球化的世界。起码美国是看到讲，我过去我建立起来美国的全球化，可能有一天变成中国的全球化，伊上惊的是这啦吼。所以咱起码。当然有一个人讲川普拜登起来，川普过去的政策可能会调整，绝对会调整，但是这调整绝对不会超过这些原则。OK， 咱来看讲，咱的总统，咱蔡英文总统，其实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一个所谓跟美国政府交流沟通的方式。所以拜登，你看，咱讲拜登伊刚讲的演讲，伊就讲，伊唔是做民主党的总统。OK。伊唔是做党派总统，伊做的是美国的总统，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其实建立的关系就是伫
美国政府跟台湾政府之间的往来嘛。啊，当然，咱跟美国社会、跟美国各党各派马来交流，这是外交基本上都是安尼。所以绝对不是讲咱今天无咱我们要如何去切割美国政府跟川普政府的不同，无可能嘛。所以你跟川普政府交流，你就是跟美国政府交流。政府跟政府之间。对，未来拜登起来，你嘛是跟美国政府交流啊？难道说我们那个？蔡总统就跟拜登交往嘛，适当情，对，咱适当情那会记，咱适当情，迄阵时蔡总统拄90年的时阵，然后就讲你要做，你也要做吧，然后你压死了啊，唔是啊，那正常中不管是政党层次的交流，对，所以咱看到讲真正这个美国甲这个台湾这个关系，然后政府对政府这个态势嘛是咱讲的这个是外交的这个 ABC， 然后真正真 common sense 吼。啊，上尾咱要搁带大家来看讲吼，头拄仔咱讲吼，这个美国一个摕咱讲吼，这个国际组织也好，气候协定啦吼 ，WHO 啦吼，尤其这个部分吼，应该是无可能啊吼，因为咧这拜登当选啦，无可能来退出。咱嘛看到讲吼，这个 Muslim 这个国家人士会当够入境到美国，啊，有的人嘛讲吼，这个过去这个非法的这个移民吼，受到这个 Trump 上任了后，有真大这个打压啦吼，所以即阵咱讲这个对望人的这个计划，嘛当来继续来产生啦吼。所以咱个上尾这个请教这个研究员吼，规个来态势来看，即阵咱看到伊这个优先的这个顺序，咱头拄嘛讲到 priority 会做一寡这个变化，但是整个的咱看到这个全球吼，这个共产社会也是讲民主体系，咱拢这个徛分平。徛了真清楚啊啦吼，所以咱搁讲一摆，这个美国吼，这个上尾的政策也是以这个国家利益为优先吼。但是咱讲台湾爱搁什么注意的无？台湾爱注意的就是讲吼，这拜登起来了吼，因为进前这川普在过去的4当卖台湾足侪武器，是哦，咱爱考虑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你过去买遮济，我即马打动算对不对？啊，你是不是买的物件还比我前任更较济 ？OK。这是咱台湾考虑的，就是思考拜登跟这川普这个之间。因为卖武器是美国总统的工课嘛，哦，卖军火对不对？啊，你选举的时候，因拢赞助足济啊，对不对？所以啊，而且这对美国的产业嘛，军火武器的产业嘛，真好啊。所以这卖武器对所有的美国总统，拢是足真重要的工课。第二项咱来思考，就是讲，因为拜登起来了，伊要先控制这疫情。哦，啊个中期伊的经济是啊，咱买遮济武器，咱后壁的零件呢，对不对？伊是毋是优先互咱 ？OK， 哦，咱这其实咱拢爱提前部署啊，啊无到时阵吼，你买无的时阵，看要安怎？武器就停遐，袂当用。就停掉，你有武器啊，啊无物件通用啊，对不对？所以咱海军真巧，哦已经事先买9年啊，啊无以后9年拢有啊，先买起来，哦，就是惊这点嘛。所以是安那讲。这两个新的甲旧的总统，因的想法无共，一个是讲我话卖就卖，一个可能该思考一下。因为奥巴马迄时阵咱嘛知影嘛吼，迄时阵较卖3项尔嘛，对不对？卖什么黑鹰直升机啦，啊无就是讲 F16升级啦，吼，啊个其他多3项尔，8档甲卖3项，哦，真小心。哦，你甲看毋过你也看川普，投卖你10项。拼命卖是哦咱即摆想的哦，因为拜登较早是奥巴马的副手哦，哦伊的想法是毋是甲奥巴马同款？是哦，这嘛是咱在考虑的重点之一啦。就是讲咱台湾甲美国的关系，当然靠外交官来维持，也毋过我感觉民间的交流嘛真重要。OK， 哦，就是讲咱甲什么一寡美国人啊做朋友啊，咱宣传咱台湾的理念啊。对不对啊？大家哦，台湾、美国是好朋友啊。是。呀，尤其是讲伊即摆美国因为这道的选举，哦，影响真大。是。规个社会撕裂，哦，所以呢，来讲这个时阵吼，咱伫咧美国这台湾人会当帮助因的社合，个社会吼会和谐，这嘛是一项功德啊。是。这就是民间的外交啊。有影。对啊，啊你若做了好，对不对？咁哎袂歹，做了袂歹。是啦吼，讲到这个民间的外交吼，嘛是爱个提醒到。真侪观众朋友，然后有人讲吼，这个咱看到这个美国在台协会这个部分，然后这个面册，咱讲吼，有个人就是支持这个 Trump 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无连任啦吼，所以真大阵吼，拢去吼，这个咱看到
这个面册这个老话吼，老甲吼不离啊歹听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其实查出来这个国家安全局啦吼嘛讲到，迄寡人这个电脑主机话拢是伫这个海外吼，多数这个口罩拢是这个假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其实这个台湾有过去有这个氛围，毋过咱嘛讲到，这个新的这个变局已经开始啊吼，所以大家嘛要明白着讲，这个新的变局开始，咱这个台湾这个阴影是安怎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行政院这个大陆委员会吼，咱看到陈明通主委嘛讲到，伫立法院讲到吼，这个中国吼，若是要破坏咱甲这个美国的合作，可能会这个达成着统一的目的啦吼。咱上尾阁继续来请教这个张教授啦吼。咱讲有人讲到这个中国统一的这个速度会加紧，你安怎看咧？中国统一的速度应该是靠台湾人家己的选择。美国啥物人做总统，我感觉吼，台湾人家己选择上重要。但是台湾人家己吼，足侪迄种的投降主义啦，失败主义吼，讲实在，美国安怎甲你斗相共吼，嘛无效啦。而且美国本来吼，伊就认为啊，你中国当然讲台湾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嘛。然后咱台湾嘛，讲台湾嘛是一个中国一部分，但是咱台湾讲咱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咧对美国来讲，伊本来就有一个中国的政策伫遐嘛。好，这边咧，这个民主党吼，感觉讲一个中国的政策已经40-50年吼，已经差不多足爱到检讨的时阵。然后咧，这边咧民主党的这个上重要的这个政见就是伊个党纲党纲。就把迄个一个中国的政策就摕掉，咱这无嘛有讨论。但是咧，台湾基本上对这无反应，连续开始攻击民主党。这个来讲对民主党来讲，假使我是美国人，我是民主党，我绝对感觉足头壳足奇怪，足袂当。伊中国就摕掉你个台湾个安尼。结果你继续对我攻击过去台湾我毋捌看过讲对美国的政党有遐尔强烈的这种的这个。无支持啊，支持甲无支持哦，本来就是多一个政党对台湾人讲感觉拢共款，民主党支持台湾的议员嘛足侪啦，所以上重要台湾统一的物件，议题吼，还是靠台湾人家己的选择。有影啦吼，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两位秘书。